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18日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，让我们透过每天的经文当中，成为我们每天的提醒，成为每天的灵粮，来喂养我们每天的生命。让我们在不断的敬拜赞美当中，来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。透过诗歌，让我们的心打开；透过诗歌，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的口要不停赞美，我的手要不停高举，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，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；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你的心事上达穹苍，你的应许总不落空。赞美中。升起，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你的花是灯，照耀前方。赞美中。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。你的心事上达穹苍，你的应许总不落空。赞美中。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你的花是灯，照耀前方。不断升起，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。你的心事上达穹苍，你的应许从不落空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。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你的花是灯，照耀前方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照耀前方，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你的花是灯，照耀前方。
心事何广大，你心事何广大，每早晨赐下清丰盛恩惠，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，你心事何广大，现在我身。所以我们感谢你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，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让我们更深的来到你面前去经历你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，让我们生命不断的去经历你的大能，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口不断的赞美，让我们的口能够高举来向你敬拜。当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这样的属灵的征战，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，因你的应许，让我们更有信心来面对每一个挑战，每一步我们当踏出的脚步，在赞美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升起。虽然在这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在经历，也让我们在泪水当中，我们依然向你高歌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信实，去经历你的应许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在赞美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你，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，让我们踏出每一步向着你的脚步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早晨当中都来经历你，那每天的生命里面都有主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9月18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19节到第31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19节到第31节。但你没有把他们丢弃在旷野，因为你的怜悯浩大。白天引领他们的云柱没有离开他们，黑夜光照他们的火柱你也没有取走。你赐下良善的灵指导他们，你喂他们玛拿，又给他们水喝。在旷野40年，你攻击他们所需的一切，他们的衣服从未穿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。你使他们征服各国，占有邻近的土地。他们占领了西宏王的希实本，噩王统治的巴珊。你赐子孙给他们，多得像天上的星星。你使他们征服并居住这地，就是你许诺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他们占领了迦南地，你制服了那地的居民。你赐能力给你的子民，让他们随意对待迦南地的诸王和人民。你的子民夺取了防御坚固的城市，肥沃的土地，装满财宝的房屋，挖好的水井，橄榄树、果树和葡萄园，他们尽情的吃，身体长胖，大大享受你赐的一切美物。但是你的子民背叛你，不顺从你，他们不理你的法律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，你就把他们交在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。他们遭难时向你呼救，你从天上垂听他们，
你大有怜悯，给他们领袖，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他们得安宁后，又在你面前犯罪，你就让仇敌再次征服他们。但当他们悔改，向你求救时，你在天上听见了，你大有怜悯，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他们。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他们狂傲，不听你的命令。他们明知道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到生命的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地拒绝听从。你年年忍耐地警告他们，你借着你的灵感动先知向他们说话，你的子民却聋了耳朵。因此你叫邻国的人民来征服他们。虽然如此，你的怜悯浩大，你并没有丢弃他们，毁灭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怜悯的上帝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19节到第31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和领受？其实我们每一天在读经文的时候，也都会让大家有一段时间来读经文。或许牧师读了一次，而我们也读了1次、2次、3次。在每一次当中，当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，我相信就会有一些领受。不管你是用眼睛看，或者是用嘴巴把它读了出来，我相信当我们把它读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受会更深。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才会真的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。这就像我们每一次的礼拜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也都期望我们平常有在灵修，而在当中，我们或许早上的时候起床，我们也已经做当天的灵修 QT 了。而在这当中已经有这样预备心之后，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，我相信会更能够融入在那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经的时候，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在做，生命会更加的被深化。因为上帝的话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不再是因为谁，而真的是因为上帝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几天所读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城，他们在重修圣殿，然后让许多的职分都恢复了，也在读了经文之后有很深的一个领受，所以一起过了住棚节。而接下来他们也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祷告。在那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让利未人能够在那上面。他们站在那边，不是说我比较高，我比较怎么样，而是他们在那个位置，他们站在那边是需要带着弟兄姐妹，带着会众一起敬拜。他们站在那边是要带着会众一起祷告，所以他们是要站出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做这许多的事情，不是在那当中显出我比较有身份地位。你看我就是特别被拣选的人，确实他们是特别被拣选的人，然而被拣选出来是要服侍上帝，是要服侍众人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会遗忘掉原本的精神是什么，你拥有这些要做什么。当你没有遗忘掉你进行的服事的时候，我相信有更大的祝福在这当中。在今天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他讲到说，其实前面也讲到很多上帝的恩典，在他们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出埃及的这段路程当中，有许多上帝的恩典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数算上帝的恩典。当你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功在这当中，也会看到你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在发生。不会只是说这样每天过一天过一天的，而是当你在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许多上帝的大能充满在这当中。所以接着他们说，在这祷告里面这样说，但你没有把他们丢在旷野，因为你的怜悯浩大。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，进到旷野，是因为要进到迦南地。然而在迦南地之前的这40年，为什么要在旷野这么久？其实那旷野并不需要走这么久，但是因为人的不顺服。当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会发现因为人的不顺服，在当中上帝已经应许要把迦南地给他们。但是我们看到那12个探子，其实也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心。在12个人当中，有10个人会觉得他们人高马大的，我们去到那边会死在那里。但是也唯有那2个迦勒跟约书亚，他们进到那边的时候，
看到那个地方，哇，这地方超棒的，哇，这么棒的地方，感谢上帝，上帝应许要给我们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很不一样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信心，大部分人看到眼前的阻碍，但是只有这2个人看到上帝的应许。这也是说，很少数的人会用上帝的应许来看这些事情。所以上帝其实是要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旷野，进到迦南地。所以在这边也在祷告当中也在讲到说，其实过去的日子里面一直有上帝的同在。上帝的同在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，就是白天有云柱引导，夜晚有火柱的帮助。所以这当中对他们来讲，最明显的就是白天的云柱，夜晚的火柱，让他们可以看得清楚前面要走的路，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没有许多的阻碍。当有火柱出现的时候，夜晚的野兽也比较不会来侵扰他们。其实夜晚有很多的野兽的攻击，因为人看不见，因为这些夜行的，他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的猎物，所以当中可以很好的躲避。敌人也是一样，敌人很多时候会用夜晚出击，因为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来攻击你。但是当有火柱的时候，有上帝的这样帮助，让以色列人可以清楚的看见危险，看见眼前的问题。因此在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在这样的帮助他们，看顾着以色列人。因此在当中这边一直讲到了说，白天引领他们的云柱没有离开他们，黑夜光照他们的火柱你也没有取走，也就是上帝的保守持续的与他们同在，上帝的恩典持续在这当中。你赐下良善的灵指导他们，你为他们玛拿，又给他们水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在指导，在引领着我们。因此在这当中看见云柱火柱没有离开，上帝的灵也与我们同在，在当中可以带出很棒的许多的状况，许多的事情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在这当中来彰显出来，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，上帝不断的赐下。这边讲到说玛拿非常的多，当他们一夜醒来，看见地上一整片就像雪一样覆盖在这块土地上，他们去捡食就可以喂饱他们。当他们需要水的时候，在没有水的地方，竟然从磐石里面会冒出水来。所以这当中上帝的恩典源源不绝的供应，源源不绝的供应。我们看到这当中说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我们要依靠谁？我们要依靠什么呢？许多时候我们都很担心啊，没有怎么样就没有了。然而我听到太多我朋友的见证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，在许多我们看似缺乏的地方却是富足的，在许多需要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人上帝感动他们，其实他们能够来这当中来帮助。所以有太多的见证一直在提到说，我需要一笔钱的时候有人奉献，我们需要什么时候上帝就供应，而在当中上帝也供应，也感动我们为某些事情来奉献的时候，其实别人也去经历到他们的不缺乏，而在这过程当中上帝都预备好让我们参与在当中，去供应别人的需要，或别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
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也看到不只是如此，我们看到玛拿跟水都不在于人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上帝亲自动工。这边也提到了，在旷野40年，你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，他们的衣服从未穿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。我们有哪一件衣服可以穿超过5年、10年的？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人一切所需，从他们吃、他们喝、他们的过夜、他们身上所穿的、脚上的鞋子。其实现在看孩子们，大概半年就要换一双鞋，因为他们要上学，他们要上体育课，他们跟朋友玩，来来去去的，然后他走路，在这过程当中会发现孩子换鞋换得很快，1年两双、3双的换。而衣服呢，更不用说，我们身上的衣服1年也要换好几套。如果每一天都穿同样那一套，可能1-2年也穿不了1-2年。所以我们常常换衣服，但也发现衣服穿个几年就要换了。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40年，所有一切上帝供应，所有一切上帝供应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，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但这个也可能成为养了许多的巨婴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在旷野的40年，你供应他们一切所需。其实用现在来看，有可能在这40年当中养出了许多的巨婴。我们看到以色列这民族也很像一个很大的巨婴的民族，因为他们需要的时候喊一喊就有了，上帝无条件的供应他们。当他们软弱的时候，上帝就把他们扶起来。然而他们觉得自己够强壮了，就要自立为王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祷告里面会发现，这就是这样一个民族。而我们呢，似乎也类似是如此。这边讲到说，衣服没有破，脚没有肿痛。哇，当我们这样走路走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发现这边痛那边痛的，脚磨破了，起水泡了。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让他们在许多的身体状况当中，都去经历到上帝特殊的保守，甚至让他们有能力去征服各国，占有邻近的土地。当他们去征战的时候，就能够得胜，因为上帝已经将这些人交在他们的手中。他们占领了西宏王的希实本，俄王的巴珊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其实不容易打赢他们，但是在当中上帝帮助了他们，让他们去打胜，去占领了这些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。你是子孙给他们多的像天上的星星，你他们征服并居住这地，就是你许诺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这就是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让他们有这些土地。在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，这是我要赏赐给你的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当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我要给你后世，我要给你子孙，你的子子孙孙会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一样多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祝福，在这时候他们的祷告当中，他们看见已经应验了。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还不懂，那时候觉得我都没有孩子啊，所以我的家业是要给那个仆人。后来说我的家业是要给以实玛利，但是上帝说不是，是给以撒以及以撒的后代。而且你不会
膝下无子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、这样的应许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觉得怎么可能？常常都觉得怎么可能？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像亚伯兰、像撒拉这样子，会觉得怎么可能？然而上帝就是要这样赐福给他们，不是怎么可能，而是上帝你要我怎么做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想错了方向，我们常想的是怎么可能，但是我们要想的是怎么做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赐子孙给他们，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你使他们征服并居住这地，就是你许诺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他们占领了迦南地，制服了那地的居民，你赐能力给你的子民，让他们随意对待迦南地的诸王和人民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，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占领了迦南地，制服了那地，赐能力给你的子孙，让他们任意对待那些王和人民。这就很不一样哦。前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奴隶的身份，但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是一个王者的身份，很不同。因为他们有能力去征服那块土地，去占领那块土地，而且可以任意对待，只有主人只有王可以这样任意的对待。而这样任意对待其实也是回来看上帝要他们怎么做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也是在回应过去的一切，也在回忆着过去的一切。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常常也在当中去思想上帝给了我们什么，而在这过程当中，上帝要怎么样来赐福在这当中。25节讲到说，你的子民夺取了防御坚固的城市，肥沃的土地装满财宝的房屋，挖好的水井、橄榄树、果树和葡萄园。所以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备好的，要给他的子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领取这样的应许。上帝要赐福给我们，上帝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上帝将这些要祝福给我们，你要不要来这样领受？许多时候上帝已经早就说了要给，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没有，不可能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这样在祷告的时候，也带出了这特殊的意义在这当中。当他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讲到说他们所领受的是那最美好的一切，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当原本要攻打，在攻打那时候，其实很多人甚至在城里面那些人会觉得，我们这当中瞎子跟瘸子都有能力防守，没有人可以攻打得上来。但是在这么严实的一个城市当中，上帝让大卫有这样的智慧去打下这个城市。其实有很多城市都很坚固，就像耶利哥城一样，其实也很不好攻打。但是上帝就让约书亚带着人民，前面6天不出声音的绕一圈，在第7天的时候一样去绕了7圈，不出声音的绕了7圈，在最后才大声的喊叫。透过这样子让城墙倒塌了，这样子将耶利哥城打了下来。其实在当中我们可以细数很多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带领，在这所有一切当中都有许多上帝的恩典与带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许多事情当中能够去经历那美好的一切。各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也有没有期待去经历那许多美好的一切？不是只有去听去看。许多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信心是什么，当你还没有看见，当你还没有想到那边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要给你了，而你愿意去接受，愿意去领取。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自己的信心。上帝要将这所有一切美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不要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才会觉得不要。而在当中，我也听到很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最没有信心的，常常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。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资料，我们看了太多的事情，然后就会觉得不可能。然而许多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说很有信心的是某一些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因为他们看见了，他们登高一呼，但是下面却有许多人说没有这么一回事，我不要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确实常常在提的是那12个探子当中，也只有那2个人看到，用上帝的眼光，用上帝的应许去看这一切的事情。所以这边自己在讲到说，他们也在回想着过去这一切，上帝不断的带领他们，不断的祝福他们，不断的给他们许多的恩典。所以在这所有一切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领取，怎么样去领受？这边讲到说，大大享受你赐的一切美物，但是，哇，这边很快的一个转折。前面上帝将一切都赐给了他们，但是到最后这边却讲到说，你的子民背叛你，不顺从你，他们不理你的法律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你。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是不是我们也要去面对这些事情？我们常常领受了很多的恩典，但转头就不认上帝了。我们领受了恩典，也常说没有上帝。我们常常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但我们也确实一直在得罪上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或许现在很多人说没有先知了，以前很多先知出来讲真话，上帝要他讲的话，而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。过去是这样子，现在依然是如此。过去由上帝差遣的先知来讲的这些话，这些人他们面对到许多生命的困难，也就是被追杀、被捆绑、被关起来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不也是如此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会批判说，牧师不敢讲真话，牧师在讲道上、在讲台上所讲的，就是一般的道理。常常在讲的是很多的故事，很多的笑话，很多靡靡之音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回来看，当牧师真的照着圣经的话讲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愿意听？当一些牧师他们真的回应了圣经的话语，进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解经，然后应用在我们真实的生命里面，当这些话语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刺到某些人的生命？当这样做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会开始说，你看牧师怎么都在讲我，怎么牧师都在批评我，然后就用各种形式
要让牧师离开，甚至用各种方法让牧师爬不起来。这不就是很多教会的情况吗？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的牧师不敢好好的去讲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事件也就是如此。而现在的教会也常常是这样子，害怕某一些状况，害怕人不来，害怕奉献变少，害怕这个害怕那个，不敢对这世上来说话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担心，很多的害怕，不敢说这个，不敢说那个。以前也常说我们长老教会就是台湾的先知，但是走到这150几年来，快160年，到这时候，我们却这个也不敢讲，那个也不敢讲。所以我们需要就像以前一样，回到圣经里面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的灵来带领我们，对这世上来说话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人在经历这些。这边讲到说他们杀了劝他们弃邪归正的先知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然势必需要去面对那一个情况。你就把他们交在压迫他们的敌人手中，他们遭难的时候，你呼救，你从天上垂听他们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起这样来得罪上帝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没有离开他们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离开，在他们困难的时候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，很不容易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上帝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依然与我们同在。这边讲到说，你大有怜悯给他们领袖，救他们脱离敌人之手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上帝所差遣来的人，不管是士师或者是王，上帝差遣人来到我们当中。然而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得安宁后又在你面前犯罪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不断的循环，领受了很多，但是又离弃上帝，又被惩罚，然后又呼喊上帝，然后又回来，上帝拯救，让他们得着许多的恩典。所以一直在这样的奇怪的循环当中。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去批判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不顺服，为什么就是这样子。然而当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何尝不是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或者是我们教会的生命，也一直是如此。状况好的时候就依靠自己，然后到某个程度又萎缩了，又掉下来，然后又呼求上帝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呼求上帝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依靠自己的能力。所以一间教会从一开始开拓的时候，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还是依靠上帝？在一间教会一直不断的兴旺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依靠上帝，还是很多人的做法？在一间教会在衰退的时候，甚至最后被关起来，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在那里面。而在这当中不断的这过程里面，或许我们都会归咎于都疫情啊，都因为这整个大环境的改变，因为怎么样，其实有太多的问题在这当中。然而在当中上帝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也一直在这样循环里面，不断的陷入在这样循环当中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在列王记里面，其实也一直出现29节这边说的，你警告他们要遵守你的法律，但他们狂傲，不听你的命令。这就是我们人。其实当我们一直在提醒的时候，
大家都会觉得，你看牧师在讲我，牧师又在批评我，牧师又怎么样？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常会跳过这个，跳过那个，会觉得哇，这不好听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怎么样？我们只想要听那些好听的。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命？我们都一直想要听好听的，但是却不是在听上帝的声音。所以当我们在 QT 的时候，其实牧师很喜欢分享的是，我们买这个 QT 的本子，它里面没有做记号，而且在当中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。当我们每一段这样分享，每一段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不会错过哪一句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就不会挑着吃。而在当中，上帝的话语或许会很刺痛你，我们就把那句话带到上帝面前来，去思想为什么这句话会刺痛我，为什么这句话特别有感受？上帝，你从这当中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？29节边说，他们明知遵守你的法律是引到生命的路，他们还是硬着脖子顽梗地拒绝听从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，但是依然要走另外一条路。其实明明读到圣经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依然会选择那比较好的、比较好走的、比较舒适的、比较好处理的那一条。常常我们都不想要付出代价，不想要改变，就觉得我这样就好。其实也很多时候，就像是耶稣带着3个门徒上到山上的时候，在那当中，耶稣跟着以利亚跟摩西在那当中会面。他的门徒也跟他说，我们就搭3个帐篷，我们坐在这边，这3个帐篷给你们，我们在这边很好很棒。我们常常是如此，我们很喜欢那美好的景象，但是我们却不是真的愿意完全顺服在上帝面前。当我们要进到这世界，当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去做改变，当我们要去受苦，当我们要付上我们所有的代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躲起来。这边也提到说，你连年人耐地警告他们，你借着你的灵感动先知向他们说话，你的子民却聋了耳朵，因此你叫邻国的人民来征服他们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常常觉得这上帝很严厉耶，哇，这上帝下手不轻，常常下重手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啊，很多声音来的时候，我们堵住耳朵，买耳塞把耳朵堵起来，就是不想听。我们只想听我们想要的，只想要上帝给糖吃，只想要上帝给我们好的东西。当给了这么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就开始离开上帝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祷告里面最后也讲到说，虽然如此，你的怜悯浩大，你没有丢弃他们，毁灭他们，因为你是有恩典怜悯的上帝。感谢主，上帝是蛮有恩典与怜悯的。即使我们离开他，即使我们充耳不听，上帝的怜悯依然存在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当中的时候，他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也去回想过去的这一切。而在当中人们的离开，人们的离弃，人们得罪了上帝，有太多许多事情在发生。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看到它里面还是讲到说，上帝有恩典与怜悯，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依然与他们同在，不会因为他们做了哪些得罪上帝的事情，上帝就不喜悦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？当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这所一切全盘托出，都摆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真实的来向上帝认罪？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用那华丽的言辞在祷告而已吗？哇，上帝怎么样怎么样，讲了很大的一篇。我们很喜欢用别人祷告词来祷告，但是上帝期望的是我们更真切的
祷告，发自我们内心的，发自内心的来敬拜上帝，来赞美上帝，来感谢上帝，发自内心的来将自己的生命的难处交在上帝面前，发自内心的来向上帝来认罪，也从心底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愿意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来求上帝的赦免？许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很漂亮很华丽的言辞，但是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在过去，当他们面对先知所说的话，他们不敢去面对那一些。然而当上帝的话真实的来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让上帝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更真实的来面对生命的一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回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这样真实的来面对上帝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上帝的话语，今天的经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，你拣选我们，你赐福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主你的恩典。虽然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离开了你，好像不愿意听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的恩典持续的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领受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帮助。愿主你时时提醒我们，也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生命有主你的同在，有主你的引导，也让你的恩典常常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要为着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了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赐福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